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后生就来不认知。中国宣布要停解台独分子陆委会今仔日宣布，去到中国香港、澳门的旅游警示调关到柑仔色灯号，若准无必要，上好是莫去。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头热气高雄灯塔今仔出现38度7的高温，另外花莲有8线民众吊山死亡。美国华府出现37度高温，抗伫户外林肯蜡像拢扬起，电缆单位烦恼讲林肯蜡像的头一落落来，就先甲头刷走嘛。讲到中国解放军继续扰乱台湾，国防部公布又各有35架中国军机、7架中国军舰出现伫咧台海附近，甚至阁飞过海峡中线，离台北无到30海里。另外，中国战争呢提出停解台独分子22条了后，陆委会伫今仔日宣布，去到中国香港、澳门的旅游警示调关到柑仔色灯号，若准无必要，上好是莫去。即日起调升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旅游警示灯为橙色灯号。如果政府没有因应状况去提醒国人注意危险讯号的话，是政府失职。陆委会日前宣布，去中国香港、澳门旅游的警示调关做柑仔色，避免非必要的旅行。抑阁讲，北京文化总编辑副策，甲台湾民族党副主席杨智嫣，拢是去互中国以分裂国家的名义逮捕。提醒民众去中国香港、澳门进前，都要谨慎考虑。不过嘛强调讲，并不是反制中国顶一日提出的定地台独22条的意见。不过调关旅游的警示，之前规划好势旅行团6月也是会当去中国，旅游业烦恼会阁受到冲击。作为所有要去大陆旅游的人，给他们做一个参考，这个是警示性和保护性的。这个没有所谓的强制性。如果他要发射橙色警戒，要先把禁团令拿掉。哪有下午放人家腿，又是橙色警戒，又是叫旅行社不准出团，然后又是禁团令。两方紧张的关系也未降温。中国军方持续扰乱台湾。国防部公布24点钟内，侦查到35架次中国军机、7架次中国军舰伫台海附近活动，其中33架次的中国军机行过海峡中线。为北中南东扰乱台湾，上今日敢若离台北无到30海里，离高南偏敢若43海里。空军照顾咧用广播驱离，不过宣他像去中国军机抢倒转来。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航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台湾也是中国的。毋那空军甲中国军机伫台海来来去去，军事媒日7早起记录到美军E-3B哨兵空中预警机通过巴士海峡进入西南空域，显示各界关注台海的变化。在国防部长郭立雄的陪同之下，总统大清朝参加三军8校的毕业典礼，甲军校的毕业生鼓励，嘛希望因莫袂记咧初心，完成国家交代的任务，嘛肯定最近的国防改革。我非常支持国防部顾立雄部长最近所推动的新的国防改革。国际上嘛支持台海稳定。菲律宾驻美大使罗姆德斯表示，台海若爆发战争，菲律宾可能会允准美国军方使用菲律宾的基地保卫台湾。北京安全顾问科比表示，美国甲日本、韩国、菲律宾朋友的拍拼，拢希望避免区域爆发冲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年一届的环太平洋军演，伫美国时间6月26举行。航空母舰卡尼文森号已经来到夏威夷的珍珠港基地。今年拢总有29个国家超过25000名官兵参与到这个军演，是有史以来上届侪纪录。这摆操演上届重要重点就是要甲4万吨的军磅互沉落去。外界解读讲，这是美国甲朋友当咧演练中国攻击台湾的情景。美军尼米兹级行动的军舰卡文森号提早伫咧美国时间6月25来到珍珠港史卡姆联合基地，嘛宣告2024年 RIMPAC 环太平洋军演正式开幕。卡文森号有333公尺长，是今年军演上大只的军舰，上济当载5000名军官，超过60只战机，配合航艦打击群，是美军上届请用的坚强战力。
亚利桑那河纪念馆平常时嘛有真侪人咧排队，即届幸运会当看到卡文森河一港，游客拢讲真惊喜。Yeah, it's a big ship. Yeah, there'll be a lot of interesting to see a lot of those countries come together to practice and coordinate together. It's pretty cool. 环太平洋军演今年是办甲愈大场，有29个国家、40只水面舰艇、3只舰舰、14个陆军部队，超过150只战机、25000名官兵参加。美军的第3舰队司令做联合派遣队的指挥官。也阁有韩国舰舰、加拿大皇家海军拢陆续来到夏威夷。今年军演场面上大，就是要甲已经退役的4万吨级类航舰顶级的塔拉瓦号两栖攻击舰炮地面。外界分析，美国就是咧靠面口要吓退中国，来利用两栖攻击舰、航舰武力犯台。记者综合报道。国会这款法案生效了后，立法院民进党团昨去交释宪的申请书，行政院今仔日也去申请释宪含暂时处分。行政院表示讲，提起释宪不是反对国会改革，是希望透过宪法法庭来裁判，维护宪政体制。总统府也按算伫明仔载上行。认为说，行政机关要遇到问题才有办法来，我们那这样子大法官还有办法去尽快的来处理。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回答。对于问题保守回答，法规会主委甲律师共同出来递证。伫国会这款法案三读通过有效了后，两个人代表行政院，而是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甲暂时处分。提出宪法诉讼的目的，绝对不是反对国会改革，而是希望国会改革能够合法合宪，透过宪法法庭之判决之裁判。维护权力分立之宪政体制。行政院提宪法诉讼，点出真侪项理由，考量司法程序有重大明显缺失，相关的规范违反权力分立法律明确性质的原则。虽然行政院转达院长杜英台提示，强调释宪的目的不是反对国会改革，不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颠倒批评电影违背初心，各用危险的理由要来暗砍。几年前民进党所提出来的版本一模一样，民进党自己改变了立场，应该说自己违反自己的初衷，违反当时改革的一个决心，而用违宪这样的一个理由去做遮羞布，我想最后的结果社会绝对不能接受。面对在野党这支复议案，互人反决了后，行政院必须立刻接受无释宪这条路。不过行政院回应，复议甲申请释宪互无隶属，这是两套宪政程序。除了政界激烈的攻防，相关释宪的申请是不是互人受理，学界原来个人有看法。不过这场释宪大战，伫立法院民进党团日前提出了后，行政院刷落申请，总统府嘛一定28提出。目前敢若监察院已经表态释宪，不过也无申请的明确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推出新青安买厝贷款，却出现讲有去共买来税人，甚至是借人头买厝的情形。经过8大公股银行的追查，可能是已经找到这几落百户，可能有一款借人头来买厝，甚至是买厝来税人的情形。财政部公布上届新的措施，未来使用这新青安方案，除了爱签切结书以外，而且也会增加贷款限定，干那一届条款。政府推出新青安优惠厝贷款，却造成转租含人头户这问题。真正财政部是要求8大公股行库来追查。即摆传出一寡行库伫调查了后，抓出几百户是疑似人头户，也是转收转租的状况。即摆财政部要第2拜5搁找公股行库来开会，要求因随来追查，而且回报清查的结果。绝大部分都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都是极少数的，顶多1%、2%，顶多了哈，大概是这样。根据财政部上新的统计，新青安去年8月初一上路到今年5月底，加起来是核贷57980户，核贷金额有4281亿外才济。核贷区域是新北市的19.95%占上济，过来是高雄市和台中市。进一步来看，厝的买卖总价是1500万以下，占比到78.2%，贷款年数是31年到40年上济，占比到50%。为了防堵新青安防不当乌白用，财政部是要求各行库强化大前大后的管理机制，新贷户嘛必须要签实家己大的切结书，而且新增加敢若会当贷100的条款，就是伫去年8月初一了后，经过银行核贷申请的贷款的人，对今年的6月27开始，都袂当搁100来新贷。新贷户的真题，请他们要提出自助的切结书，限贷一次哦，因为我们希望说这个
贷款是真的给有需要的民众来使用。加强管控的部分我们会透过政府的资料去勾稽有没有符合自住的这样的情形阮清华讲，目前未有摆符合年岁的限制，但是各滚动来检讨政策，而且强调讲，对申请案任何违规的行为绝对是零吞忍，一定会查到底，请新大户莫准是白安那，就试看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这老师敢有歹鬼抓头的情形呢？某一位这高级退休的老师，捌伫咧2022年的时阵，在职期间办聚会，佮叫小姐来坐台陪啉酒，也佮有2名共间学校目前也佮在职的老师，其中一位呢是酸家烫光光。学校表示讲会去介入了解，教育局也认为讲这老师安尼死无站无责，要求学校就要严审确立状况。查甫人身躯边拢是穿甲真少的陪酒人员，也阁有人烫光光。相片内底一定人欢喜食饭啉酒，不过因为出席的查甫人有部分是老师，引发争议。这个是败坏我们的教育的风气哈，这个真的是不可耻了哈，就是不能再用这样的一个行径哈，然后再来当老师。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做一个教育局应该做一个解聘的一个动作了。高雄教师职业工会27透早开记者会，公布真侪张相片，指控有一间高职的一个姓叶的老师，伫2022年办这场餐会，参加的查甫人，佮包含同一间学校的2个老师，煞叫小姐陪酒，甚至酸甲烫衫烫裤。那这主办的老师2年前已经退休，不过其他2个目前也搁咧教册。他认为这是他的下班时间。好，然后他的行为的举止上，他可能是没有办法被学校约束的。可是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你为人师表，你自己不应该自律吗？工会甲协会批评3个人行为不当，而且其中一个姓施的老师担任今年高雄教育分红率评审，嘛互工校的老师指控无照实出勤，规工伫警卫室吹冷气看电视。面对指控，学校透早赶紧出面回应。会依照相关规定召开校事会议，来进一步做研议跟处理，会确实落实去要求教师的这个部分，那也不会特别去包庇。校方表示，之前确实有老师咧反映这个姓施的老师的出勤状况，目前正咧沟通协调。根据了解，3个人任职时间分别是10多年到30多年，打算做处不良的示范。校方强调会介入调查，若有违规会依法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树立的东山高中附设国中部，今年1年新生的入学考试伫3月10日封榜。不过顶礼拜雄雄有100多位学生互通知讲，因为这教育局无同意增加班级，所以因无法度来读。学校是私底下互因22000块的补偿，家长和学生是无法度接受，惊去到市议会定证。3月10日封榜，考调东山高中附设国中部，学生真欢喜翕相片，嘛照学校的通知去拿保证金，定做制服，还佫领休热的作业。不过顶礼拜5有142个新生，雄雄互通知，因为教育局无同意增班，所以无法度互因去读。学校甲因已经纳的2万支注册费已经退还因，另外佫摕2万支的机票甲因补偿。那天下午跟他通知，可是晚上的时候他还在写暑假作业。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他觉得一个学校不可能这么没有诚信。这次发生的事件，扼杀的是孩子对学校、对社会的信任。到现在还在说分数、疏失，应该是孩子们要承担的吗？家长讲有学生因为考调东山，就无搁去考其他的私立学校，嘛有学生因为安尼放弃户口在地网页的公立学校，不过即嘛可能无法度转去读，这伤害是真恶弥补。学校解释讲，这是因为向教育局争取增班，想要拍拼到上尾1分钟，答应会使专门的单位和学生补偿。我们很不舍这些孩子，不能留在东山，所以我们也努力了很久，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所以真的很抱歉对家长这造成这样的一个困扰。台北市教育局表示，在4月中到6月初有开协调会，拢有甲学校讲明，袂当超收学生。对这届招生的疏失，牵连100多人，会提报私立学校咨询委员会来讨论，会当处分、减收或停止部分班级或全部班级的招生，包括了承办人、主任、校长都可以依照私校法80条进行罚锾，罚锾金额从30万到150万不等。若受到影响的学生，城北教育局会尽力协助因，倒去到原地辖区的公立学校来读册。照3月份原地分发的结果入学，
不过，迄当阵学生若是无登记公立学校，嘛会协助因改分发去其他的公立学校。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头是拢热翕翕。高雄灯塔今日出现38度7的高温，是台湾本岛上界热的所在。也若花天呢是有民众去爬山钓沙，早起直升机送落山脚的时阵，就不幸来过往啊。另外，伫南投仁海乡花岗部落，昨下晡是落雷公雨，搁落冰角，上百公顷的菜园受到损害，这个损失加起来超过1亿。空勤总队出动去瓦拉米步道救援，一个姓杨的山友互救出来时阵，那就钓沙无力，心脏跳了真紧，等等症状。不过因为天气歹，到27早起，搁一个吊挂成功，不过已经不幸过往。他身体状况是疑似中暑，有拉肚子、体力不支，还有心跳快的状况。连续几日工作协，过道热对流真旺。南投仁爱乡花岗部落，日来暴落雷公雨甲冰角，那高丽菜、布莲啊等等都被采收的作物，规个密密麻麻，连选啊嘛损掉了真严重，初步估计受损的比率有到8成。目前我们损失估计在上亿元以上，在150公顷。那因为都是高经济价值的作物。气象署预报，接下来一礼拜各地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早起后翕，过道落大雨，天气的变化有可能真大。而且全台湾上高温出现伫高雄灯塔，测到38.7度，其他的所在嘛拢真暗翕。全台大概除了新竹市以及一些离岛区域没有到达36度以上，基本上都是在黄灯或橙灯。所谓的黄灯是单日会来到36度以上，橙灯的话是连续3天有出现36度，或是单日可能会出现38度的高温。台南每一年有186天气温超过30度以上。最近这礼拜已经有20件热伤害救护的案件。也若过去这礼拜天气的情形，屏东山猪门6月2日温度达到37.7度，再来台北市嘛伫个2日测到38.5度，云林岛南、屏东中地乡嘛拢超过38度的高温，高雄灯塔伫个2日甚至出现39.8度的高温。气象署提醒，要注意连续高温带来的伤害，注意爱加啉挂，嘛要注意风拍。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这台南归仁遮有真侪农民伫咧种这小玉啊，本地准备要采收啊，却因为6月初落大雨，致使西瓜拢浸水，又搁再出日头，这西瓜拢烂去，损失是真严重。另外，大内这个阿布卡罗油来啊，因为高温的影响，今年是提早个月开始采收啊。规大片西瓜园，照理讲，即阵应该是大粒个把水，即摆煞出现叶啊连掺热果情形，农民怨叹损失真严重。原来是6月初熊熊落大雨，严重泡水，刷落来个大炎日，致使西瓜被砍折。而且市府农业局参同改场等单位来到规定沙仑农场这搭会勘，每一个产区状况无共款，后续因会甲受损比例做综合评估。这瓜啊完全拢大袂起来啊！拢规个根都拢有受损啊！啊，迄瓜啊都搞遐定型啊，拢袂起来。哦，我这差不多损失一半有啦。那如果以这次的类型，当然就是以最客观、最直接，就是一最假料追会那个裂果。啊，裂果这种天气，其实一个晚上隔天它就开始有烂烂的样子。这个就是我们的客观指标。受到热天影响的，还有大内的油来啊，嘛就是阿布卡罗。果子外观生了真水，本来爱7月才大出，今年气温高，煞提早过半月进入采收期。青龙讲这算是好消息，互因通甲产期又复开。不过温度若伤过高，加减嘛影响到果实的品质。今年温度较高，啊，所以花开了较早，啊，差不多为6月就开始采收啊。引进拢差不多爱7月中才开始会使采收，啊，不过伊嘛是因为伊高温高湿就较老着病，像迄炭疽病就会影响阮谷物的品质。中央气象署统计，近来30天，台湾平均一天有186天超过30度，极端气候未来恐惊会愈来愈肃常。种西瓜农民即阵面对灾损，因望政府会当出手斗3天，甲损失降到上低。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所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唔咱台湾真热，连美国东岸这几天也拢是热翕翕，华府几落天拢是37度的高温，热甲放伫户外林肯蜡上拢扬起，看起来是真恐怖。但咱单位就伫咧烦恼讲，林肯蜡上的头会落落来，就先甲头刷走，想袂到刷走了后变佫较奇怪啊，变做是无头的蜡上。
出名的林肯总统纪念像踩伫日头骹，真奇怪是这个纪念像无头。美国东海岸这几天啊，受风侵袭。华盛顿、哥伦比亚地区的温度捌降悬到37度，热家艺术家伫当地一间小学点出的林肯蜡像，竟然扬起，头壳一直向后打，骹嘛煞分开。Starting late last week, Lincoln's head started to lean back. Over the weekend, he kind of reached a critical point, and on Monday morning, our team removed Lincoln's head for safekeeping. 这个蜡像悬1.8公尺，重量1300公斤。艺术家制作的时阵研究无同的蜡，到尾是采用结定湿伫60度的特殊石蜡，无想到37度的高温竟然互蜡都挡袂牢。林肯蜡像扬起的消息一个传开了后，不少人特别到现场欣赏这个无头的蜡像。And I was curious, I mean, who thought putting a wax statue outdoors in the middle of summer was a good idea? I think in some ways, I don't think the heat is a gift for the residents of Washington, but I think for Lincoln this week, the heat has kind of been a gift because it really truly has brought a lot more attention to this project. 测电单位是讲，因为天气状况无法度预测，烦恼蜡像会搁再歹去，团队袂甲头壳装倒转去。美国礼拜开始都面临强要挡袂牢的烧热天气，超过1亿人有受到高温警告。气象单位是讲，这个礼拜美国中西部甲东北部大部分地区也是极端烧热的情形，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做好先热的准备。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美国总统大选头一场电视辩论会6月就要举办，会伫咧台湾时间2月早起9点至举行。现任总统拜登和挑战者 Trump 有90分钟的辩论，而且防止对方插嘴无发言的时阵呢，麦克会该关掉。这届的辩论会呢是由 CNN 主办，希望利用这辩论会挽回因的收视率。辩论会的会场铺红毯，工作人员做最后的准备工作。美国总统大选伫11月初5投票，由 CNN 主办的头一场电视辩论会，会伫台湾时间2月早起9点登场。现任总统民主党的拜登，佮一摆对战共和党的川普。今年嘛是头一届伫6月就举行总统大选的电视辩论。因为4年前的辩论会真乱，这届就无开放观众入场，为了防止候选人伫讲话时阵，互对手插嘴，会伫候选人发言的时阵，甲对手的麦。So the absence of an in-studio audience and the willingness of CNN to suppress the mic of the person who's not speaking should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that the people who are at home watching will be able to at least hear and interpret in their own right the answers being offered by the candidates. 这场辩论会是由上主播主持，由主持的新闻人塔博贝斯来主持。候选人在发言的时阵，袂使用道具、字条啊，桌顶只会放纸甲笔，还有一罐水。两个休困时间嘛袂当接触无聊。这个辩论的内容，有两个人的健康甲过去的无聊，包括选民这个因的年岁甲想法的反应。拜登的囝非法买枪，川普将做历史上头一个互刑事定罪前总统这议题，拢正做外界关心的代志。另外，这场辩论会对主办单位 CNN 嘛真重要，因为 CNN 最近几档是英文无好，重要时段的收视率是一直落败，唔茫用头一场电视辩论会来提升收视率。公司新闻台是同编译。讲到北韩呢，伊是连3天用鸡龟啊挂一挂垃圾米啊，才放互飞去南韩，一个月就放2000多粒。面对这款掠水的行为，南韩是7年后开互边界海上射击训练。总统文在寅就表示讲，会保持坚定的军事准备，来应付北韩任何行动。北韩24甲25暗时分别向南平放350外个甲250外个加粪扫的鸡龟仔。伊在暗时9点外，搁再发现北韩向南平放的粪扫鸡龟仔，顺西北方向行驶到北部地区刷震动。北韩一个月已经放700有喙纸片顶粪扫的鸡龟仔，互认为是对南韩境内脱北者团体伫两韩边境地区发生反北韩团团的抗议行动。 우리는 사실과 진실과 돈과 사랑을 보내줬는데 여기다가 쓰레기를 보낸 데 대해서 국민이 분노하고 정부도 적극적으로 대응해야 되잖아요. 因为北韩连续几落暝放出粪扫鸡龟仔，首尔西平的仁川机场，国内甲国际线的航班对拜三半暝1点46分开始，暂停或者是延迟大约3点钟。北
北韩继续进行空投战，甚至阁发送 GPS 电波干扰，也阁试射飞弹等等的起空行为。南韩6月初决定停止919两韩军事协议，6年以来头一届透过边境的广播，向北韩放送新战发声。南韩总统尹锡悦出席韩战爆发74周年纪念活动，批评北韩放给几时卑鄙而且无理性的起空。 지난주에는 우크라이나 전쟁을 일으킨 러시아와 포괄적 전략적 동반자 관계에 관한 조약을 맺고 유엔 안보리 결의를 정면으로 위반하는 군사 경제적 협력 강화마저 약속했습니다. 역사의 진보에 역행하는 시대착오적 행동이 아닐 수 없습니다. 另外，南韩军方二大讲北韩的飞弹试射失败，不过北韩官方媒体报道已经成功进行飞弹大头分离架导引的测试，验证导弹头拍到目标的能力。也那南韩军方2007年，伊拉也伫北平韩界线附近进行大约1点钟的海上实弹射击训练。 发射 K9 自造榴弹炮加天幕导管火箭系统，大约是290发的炮火。南韩甲美国空军也进行联合演习，大约30只的战机参与，目的是要提高第4代甲第5代战机之间的协同工作能力。公司新闻第为人编译。 李公理事巴黎奥运7月26就要开始啊！这比赛场馆目前硬体设备特别完成，也已经有选手准备进行练习咯。不过，这发生社的报道也讲，巴黎当地民众因为这开始交通管制，甚至是封路，影响到因的生活，因也开始伫咧无欢喜。 现场的观众一直在休。2024年巴黎奥运倒头算，即马真正剩无30天，同一个时间，各竞赛场馆嘛入来到上尾的准备工课，相关单位的人员一个检查，嘛有一个选手是抓准时间做比赛进前的练习，那适应场地。Things are going more and more concrete. As you can see, our iconic venues are coming to life. We have installed more than 60,000 temporary seats in the city centre of Paris. So it's just even more stunning that we had imagine. 巴黎本地就是外国游客上爱来的欧洲城市之一。2024年的奥运，尤其是变做旅游业的金鸡母，真是特别伫奥运期间来巴黎的外国人，拢只期待1个月后的奥运。We came here because there are Olympics and we would like to see all the manifestation to enjoy the Italian team and give them our best support. 不过，巴黎市民的想法，含只听到名声来的观光客，会当讲是完全无同。法新社的报道指出讲，为着奥运，真侪本地车着真侪街仔路拢在做交通管制，有的规条路封起来，都是为着要让一个通道给奥运的 VIP。真侪市民选伫奥运的期间，走去其他的城市，袂和别人伫遐客。更较侪靠这人讨生活的生理人，嘛干那会当卖卖的尔。其他国家即马看奥运的焦点，拢伫有可能得到的奖牌的数量，各方拢看好美国队伫总奖牌的数目应该会当连总摕冠军。另外金牌的数量，中国方认为讲是弱伫后壁，可能敢若输美国队1点啊。因为遮侪年来摕奖牌数量真侪的罗西亚，因为政治的因素，红牌拄伫奥运的门外。美联社分析讲，本地互罗西亚摕奖牌，即摆去上遐，是目前上大的变数。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迄段大车拼，台湾一定赢。讲到咱台湾射箭代表队，第一届巴黎奥运全部摕到参赛资格。男子队是由唐志军带头，也有林子祥、戴宇轩；女子队呢是由雷千莹带头，也有曲义晴、李彩琪。咱来继续为咱台湾选手加油。都还搁伫欢喜摕到奥运资格的雷清莹、曲义晴、李彩琪、唐志军、戴宇轩、甲林子祥出席国际运动品牌赞助活动，手提反击奖比胜利的姿势。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团队，然后我们这一次出发去土耳其的目标也都是一致，就是希望能够把参赛的满额全带回来，然后给大家，然后希望我们也能够一起牵手前往巴黎奥运。雷清莹是第4届参加奥运，队友曲义晴甲李彩琪是头1届。尤其李彩琪在18岁行动越级比赛，站上真正的国际大舞台，会有一些张力、压力，也会遇到前所未有的
状况，从挫折中站起来。近期就是保持我们的默契与提升我们的气势。顶一届东奥男团银牌班底唐志军要带头一届去奥运的戴友宪甲林子祥，伊讲戴友宪是共校的学弟，林子祥嘛捌伫国际赛搭配，三人哪亲像兄弟啊！台湾这三少年上大优势就是少年。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什么都不怕，我们就是冲。配合起来还不错，这样子，然后准备参加奥运，我们是准备好的。我相信我们一定会赢的，一定会努力站上去那个颁奖台。连续6届奥运，台湾伫射箭项目满员出战，出国前会伫台湾透过模拟赛保持节奏，确定伫巴黎奥运后退役的雷千莹，嘛对学弟妹讲，伫场顶所拄到的对手，不管是不是真厉害，唔免去想结果，只要甲平时准备的好好啊发挥，享受这个过程，就会有真侪收获。记者综合报道。驻美代表朱大雷防指控乱开公款，外交部长林佳龙是强调，顶半年驻美大使馆含官舍核销美金35万，扣掉备用发电机、硬体设施，才开始代票250万，不亲像外界所讲的800万遐济。另外，针对换公务车的部分，林佳龙是强调申请无通过，也讲袂甲朱大雷停止调查。驻美代表朱大雷向指控乌白开公家的钱，这个争议要持续在拖。外交部长林佳龙亲身说明数字，强调要800万是错误的。顶半年驻美代表处甲官舍核销35万美金左右，扣除备用发电机、硬体设施的28万美金，其他核销的项目有7万的美金，包括代表处甲官舍。沙发并不是90多万啊，应该是60多万。上半年整个我们代表处跟官邸所有的采购，大概就是250万元的台币。有风声讲，朱大雷要家己的车换做凯迪拉克。林佳龙回讲，迄当阵申请的是公务车，并不是个人的车，而且落尾手嘛无核考。不过在野立委质疑讲，是安怎要摕朱大雷用公费买物件的清单？外交部的回函竟然写物件，而且佫表示2025年12月31解密。我们大使的宿舍里面买了什么沙发？买了什么音响？买了什么咖啡机？请问这到底是哪门子外交机密？如果没有用密件，那他直接会把这些项目跟数字都来公布，但是给立法委员的是都有的。好，这些项目跟数字也会有一个临时提案，就是说是不是于大雷这个代表能够回到台湾来针对这些事情自己做说明，因为我觉得也应该给他一个好的澄清的机会。立法院外交甲国防委员会决议，要求朱大雷用书面的方式向外交部说明公费使用、驻外人员感受受到不当的对待等等的争议。外交部伫2礼拜内要甲报告送去外交国防委员会。林佳龙强调讲，有甲朱大雷联络，已经有初步理清，暂时未停止调查。因为外交是由总统负责，外管的代志拢有甲总统府报告。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新冠疫情又要压起来咯，疾管署预估后个月中会出现高峰，恐惊1礼拜有10万例。就医生提醒讲，真侪人去感染到，所以认为讲家己是感冒尔，这是千万唔通大意的。另外，疾管署有采购2万人份的这个新冠病毒药物莫拉皮拉韦，按算7月初时会到。国内第6波新冠本土疫情阁起来啊，有诊所再度开门，就一堆民众去排队挂号。有基层医师临床发现讲，真侪人拢是第2摆感染，甚至有第3摆、第4摆确诊，大多数拢是准是感冒，无去注意。现在的感冒其实有一大半就是确诊造成的感冒症状那样子。咳嗽我并不是很严重啊，就是一直发高烧，一直都不退啊。面对疫情升温，卫福部长邱泰源嘛亲上火线，第1摆指挥防疫，宣布会持续监控疫情，强化防疫物资的储备等等4大策略。针对最近有医师是特别点名新冠抗病毒的药啊，莫拉皮拉韦欠药啊，疾管署讲，不管是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台湾，莫拉皮拉韦拢是列做有条件之下使用的药啊。目前已经紧急采购2万人份，按算在7月初时就会到货。不适合使用贝拉韦、帕斯洛比的状况之下，就是莫拉皮拉韦它最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族群啦哈。那包括重症的肾功能不全、肝功能不全，以及既有药物有严重的交互作用。因为新冠并发症顶礼拜增加817例，含前1礼拜比是增加3成。疫情时代各乡各紧，疾管署按算7月中度的是高峰，1礼拜恐惊会有超过10万人出去话着。
当然是有可能会超过10万啦，不过大部分都是轻症啦，哈，所以可以知道说，其实大部分都是轻症，有住院的就是少数。另外，今日恢复催炎令，庄仁祥强调讲，新冠肺炎已经改列作第4类的法定传染病。伫医疗院所建议挂催炎无强制规定，但是病院赶快会当因应疫情，家己规定入去病院敢卖挂催炎。记者综合报道。今年3月，日本公布红壳的原料有问题，台湾也有消费者食到这款的保健食品，大多数拢是药剂出问题。虽讲产品已经回收，也要退钱，不过消费者医药费，公司说是无讲要安怎处理。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要提起团体诉讼，好民众若种有消费证明，就会当申请参加。电线是手提小林制药的红壳产品，伊想袂到为着要降价打固醇，才买日本的小林红壳食2冬，煞伫去年8月健康检查，发现家己的药剂指数无正常，致使伊爱洗药剂。即马日本小林制药红壳是起风波，电线是怀疑这甲红壳产品有牵连，台湾嘛有侪消费者跳出来。8月的时候，它都是开始变成那个肾丝血球率就开始变低了，但是有疲倦感跟晚上夜尿的情况有增多，然后那时候就转肾脏科，就被高雄长庚收治为就是慢性肾脏病第3期。今年3月是标出小林红壳是安的问题，出来指控的民众唔拿身体较虚，阁有人得到慢性腰子病第3期，到呾拢爱定期来回诊。虽讲这药爱公司愿意赔偿药爱钱，不过民众后续医药费甲身体疾病，到呾公司无愿意负责。因此，台湾消保协会正是对小林这药提出团体告诉。这透过我们律师这边提诉讼的话，当然就是针对台湾的分公司的部分求偿。那这个部分目前我们评估起来，应该是法律上应该他们是要负应有的法律责任。消保会表示讲，目前为卫福部转过来通报有30几件，这个团体告诉会甲消费者的资格放零，若是有买小林红壳相关产品的证明，就通申请参加。资料收到7月底。记者张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台湾每年就要进入超高龄社会，今仔有一场超高龄论坛。伫咱超高龄的社会，台湾各方面会当有啥物款的创新？也希望社会会当用正面的态度来看待老大人甲超高龄化的社会。台湾连面要进入超高龄社会，面对安尼的变化，是社会的挑战，嘛是创新的机会。拜四就12举办论坛，讨论超高龄时代台湾社会创新的机会。伫科技创新的方面，工研院讲，因这几年陆续研发出几啊款互高龄者使用的科技工具，亲像陪伴机器人、智慧音乐治疗装置、智慧服装系统等等，有一寡已经进入中高龄生活中来使用。这拢证明讲，超高龄化是科技应用创新的好机会。未来咱是解决咱的问题，创造高附加价值解决方案的创新服务。所以高龄科技对咱来讲不应该是负担，而且是一个科技两边的新机会。咱大家转换这个危机为商机。也若对生活环境的角度来看，各位院高龄医学甲健康福祉研究中心讲，面对超高龄化，唔是干那高龄者的生活甲想法爱做出改变，规个社会每一个人拢爱做出调整，才会当互社会来永续发展。我们要增加长者的社会连结，然后要追求我们世代的和谐共荣，然后要把所有的健康友善的环境一起推广，这样才有办法达到超高龄社会的永续发展跟经营哈。台湾伫人口方面面对高龄化以及少子化的相同挑战，主办单位讲论坛上主要就是要带民众去思考讲，要安怎用正面的态度去看高龄人口愈来愈侪的状况，改变老人是社会负担的歹名声。记者柯川、柯明在台北报道。有了解才袂误解，今仔日是6月27全民艾滋体检日。过去社会对性传染病较会有误解，其实也影响到民众体检的意愿。中华县卫生局成立蔡庆基职健康服务咨询中心，提供予民众免签名的 HIV 甲其他性病体检，也会举办健康讲座、心理咨询、性别平等的推广服务等等，希望大众对疾病防治有正确观念，建立友善的一个环境。6月27是美国国家艾滋患者协会发起的全民艾滋体检日。
但是过去民众因为对性传染病的误解，其实影响体检的意愿。中华关卫生局成立彩虹基职健康服务咨询中心，提供大众艾滋病加其他性病的看命体检。这艾滋这个疾病啊，其实在我们社会普通还是有一些刻板印象，有一些歧视，所以就是来做筛检，就是担心会被认识的人看到。虽然我不一定有这艾滋病，来做筛检这件事情，还是担心会有一些歧视在。其实是有固定的传染途径，就比如说不安全的性行为，或者是共用针具这类的传染途径。那其实感染者他在现在他只需1天1颗药丸就可以有效控制他身体里面的病毒量。卫生局表示，只要有发生过性行为，至少拢爱做1届的艾滋体检，而且感染者透过药物控制，也无病毒，就无传染力。这几天卫生局除了做看命体检，嘛举办健康讲座、性别平权推广的活动，参加的人也愈来愈多。这边的讲座跟一些活动是让我觉得蛮多收获的，比如说一些匿名筛检、占卜，然后心理咨商，都会有一些还不错的讲座。在大甲妈祖绕境的时候，我们举办了大甲妈祖爱绕境的活动。那这一场活动主要是想要借由跟社区民众的对话，来推广艾滋防治的观念。甲妈祖绕境结合变装风雪表演，推广艾滋病防治的正确观念，建立性别友善的环境。卫生局表示，透过推广活动，除了和多元性别的族群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也希望甲大众互动沟通，推实性别平权，营造互相尊重的社会。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宜兰县的嘉明国中小15位老师甲学生，按算7月初5要用重型的帆船，对苏澳港去到澎湖，再搁再踅台湾一日。过程当中的邀请全台湾36间湾海边的学校，计共500多人来船顶体验，而且做回来河海内面的本数，航程差不多是28天，要到2000公里。学生驶4只帆船伫海上练习学航海技术，了解海况。宜兰县嘉明国中小15位师生按算7月初5驶重型帆船，对苏澳港出发，先到基隆，再搁到澎湖顶离岛踅台湾一日。囡仔先透过驶4只帆船来熟手。共是要28天，1939公里，大概是1047海里。这个航程大约28天，1938公里。国家海洋研究院也派5位科学家做伙去，在海洋浮漂、温氢盐基等仪器，和学生检测海洋本色、海水表面塑胶微粒啊、海水酸碱度、甲溶氧量等调查，深入了解海洋污染的情形。然后呢，他们会携带价值250万的科学仪器，然后上我们的帆船，跟着小朋友一起航行。在过程中呢，会教导孩子们去观测洋流、波浪、海水的水质，还有湖浚的特性等等。这2只重型帆船分别是光卡号、甲阿密号。除了嘉明国中小全台36间临海学校，500多位师生伫船对到的时阵，也会登船体验做非常积极海洋课。怕自己途中会呕吐等等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我绝对不会吐的，因为我以前搭船都没有吐过。因为没有过这样的经验以及体验，会让我觉得很好奇，也会感觉很紧张。学生对出航是真期待，佮惊吓，真烦恼心存，因为平常时就练习白手啊等技术，对成功踅台湾一日也是真有信心。记者综合报道。嘉义的基德国中有一个用台记伫咧拍排球的排球队，这个排球队伫今年4月举办国中排球1级联赛，以6场比赛全赢的成绩，摕到国中1级男子组的冠军，是基德国中排球队有史以来上届好的成绩，也是嘉义县的头一届。即马有一寡国中3年的队员伫要毕业啊，其他的队员呢球员为着要拼2连霸，即马是唔敢放零。教练徛伫边啊，详细看每一个队员练习的动作。若准讲有做无好的所在，教练哪讲哪示范，要来调大家基本动作。队员讲，今年球队的校长摕到全国排球1级的冠军，明年就要靠因家己来拼。煞来学长因毕业了后，我希望阮会使利用比赛啊，搁有练习的机会来增加咱的默契。杨教练吼，伊做有心的，伊拢会开足侪时间，放假的时间吼，带这个囡仔基本动作也好，去世界去招人拍经验的。就来啦，那个
中国有6个出手，和对手无法度来防守，其他各种排球队首个参加各种排球一级联赛，摕到金牌。教练就讲，因为比赛经验的累积，才让球员会当好好来发挥。大号有的比赛怎甲组甲一组是做伙比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啊，阮今年就会甲较侪甲组的学校去磨练。甲组拢会比一组较好，程度会较好。然后阮若去甲组拍了，要落来拍一组的话，就会感觉拢已经拍过甲组的，就袂遮尔惊。莫起来，伫遐咧安尼坐。不管是要求动作，或者是说明练习的项目，拢听得到教练用台语来教球员。教练表示，伊伫较庄卡，大人囡仔较惯习讲台语，所以真自然的来使用。嘛认为台语是咱的母语，会当透过运动增加使用台语的机会，对囡仔来讲，嘛是一件真好的代志。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伊甸基金会今年头一届伫南部培训一批修补真家厝的罗赖肉技工，这个技工呢，先爱学做土水补坑、甲油漆等等的技术，而且爱先去精修九曲洞的教堂，学习整修厝的技能，未来也挺好帮助弱势家庭。日头赤炎炎，老师手提红门头甲棕榈仔，教学员要安怎擦油漆，保壁倒必顺。学员毋管日头有偌大，拢真认真的听。即阵参加技工培训，因的职业拢无共款，有老师、退休的妈妈等等。毋过大家拢是有一粒善良的心，是想要帮助弱势，才会来参加。其实我一直嘛是做侪人甲我帮助的，我希望讲我有机会买当。去帮助别人，甲我共款无方便的人，伊若有需要的时候，我嘛会使甲伊斗相共。伊甸基金会今年是头摆伫南部培训修补厝技工，因合作罗赖肉技工，2届课程包括土水补坑、态度的打法、甲油漆的技巧。课程结束了后，这21位技工会先修补这栋50年历史的九曲洞教堂。除了修补壁倒的壁顺，嘛会甲便所整修做无障碍便所，通好时段使用。还是年龄层有男的、女的，或者年龄高或低，对这个活动的参与度都是很高的，因为他们希望说能学的这个技能以后去帮助其他的人。以后就帮一些老大人修理家己的厝，像迄老条厝可能内底一些本数啊，或者是讲壁嘛，可能需要帮助安尼。伊甸基金会表示讲，因为4月底当，地处南部有侪老厝等待修补，未来阁会有油漆、土水、水电甲白工的课程。按算年底，到时南部的罗赖肉技工就会当去服务高雄甲屏东的弱势家庭。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南投的关田古迹国姓乡的一个竹比桥，经过天灾地变，为着要永续保存，文化局甲国家地动中心、台湾海洋大学等单位，用科技监测分析技术，监控这竹比桥的水文状况，而且提出整体的维护计划。溪水一直冲洗，包桥墩的铁片已经生鏽，河边倒换有明显侵蚀的现象。南投县国姓乡的竹比桥行经完工到即马84年，是关田3级古迹。经过真侪年的风台地动影响，虽然是全台湾3个竹比桥内底保存上完整的一个，不过敢有法度一直真好，也是互当地民众真烦恼。3级古迹呢，担心当然会担心啊，哎呀，很重要，因为我们以前。有印象就有那一座桥了。国姓乡竹米桥伫北港溪顶是日治时期用竹米红藤石灰这传统材料做的半圆石桥。南投县政府伫今年圣期前，甲国家地动中心、台湾海洋大学合作，引进科技监控，那对桥体外形精确扫描，彻底解析桥体材料配比，测量桥墩深度，还有对规个北港溪的流量水位冲刷力做电脑的模拟。国家地震中心呢会执行3种不同先进的技术的量测。那在海洋大学这边呢，我们负责的是在各种不同的流量跟水位的这种威胁下，它可能会在糯米桥周边所造成的一个河水的流况。南投县文化局表示，引进科技监测的目的是采用各界的模拟验证计算，遍布桥梁的安全甲稳定，再由今年圣期实际流量的数据配合中央河川整理计划，来达到保存古迹的目标。第一点，我们就针对这个河川整治的部分，由中央这边来协助。第二个部分就是
护弹弓跟它的一个基座的部分，由县政府这边来整合各方的意见做一个执行的动作啦。县政府讲，整体评估报告一定明年3月公开，也希望中央会当经费到支援，和高捷水美桥永续保存，佫会当带动周边观光经济。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是电脑印刷的时代，不过讲到这延字画板的印刷，对于大家人来讲，真有可能是出现伫咧历史课本的古早技术。伫台湾即马呢，敢若剩台北的一省自治行，也佫伫咧做延字。为了要把这古早的工艺保存落来，有一个少年家颜芳林，伊就发明一只细只的延字印刷机，后面将随时会当摕延字家己印美式做卡片。规排柜仔顶头拢是延字，这个所在是台北的日清自治行。自1969年成立到当，是台湾唯一一个有咧做画板印刷需要的延字的所在。原来日清的对面有一个少年头家颜芳林开的一间印刷行。伊讲大学的时捌去日清实习过，看到延字印刷通保存到当，这种传承传统工艺的使命感，互伊真感动。伊嘛开始在想讲要安怎保存这款传统的印刷。若要去用迄个延字，敢若会当叫专门的印刷厂，就是伊拢用足旧的印刷机，足大只，迄一般人都无法度用，对，所以想讲，我嘛是读建筑甲设计的，想讲会当开发一只较细只的，会当互每个人拢会当去用伊的字安尼。颜芳林讲，即马电脑印刷的时代，延字画板印刷已经用要失传。那阵延字的功能，敢若剩互人买来做纪念品，伊感觉真可惜。所以伊就发明细只印刷机，民众若去日清自治行经延字买来，就通顺线伫遮印家己想要爱的物件。可保存就是可以用在本来就应该用的地方，但是阮这个机器就是去发挥伊本地的用途。人客来到遮，毋但会当印家己想要爱的卡片，颜芳林嘛为人客设计无共款的美食摆板，而且连纸也会当家己动手做。伫现场当地做美食的民众嘛表示，真介意这款手工的感觉，是蛮喜欢的。喜欢他们在不同材质上出现纹理的感觉吧。会觉得比较有温度。颜芳林表示，民众若是有想要做的字，还是多样拢会当专工做。伊嘛要伫思考要用无共款的方式，互愈侪人接触这款古早的延字印刷，互传统工艺继续活伫民众的生活当中。记者卢尚珠、郑俊友台北报道。来看新特工会长期以来，针对着台湾艺术家进行史料整理编辑，利用影像来记录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今年的主角包括过去电脑挂板、扛棒也袂正事件的时阵，大部分拢替人写毛笔的过程桥，也佫有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美术的刘正基，甚至是油画家黄庆祥这3位老师。感谢这些前辈呢，为台湾艺术留落来正珍贵记录。专门卖彩虹工具的尖线店，还有过去的茶米店，这扛棒顶头的字拢是郭成照老师写的。郭成照讲，其实伊家己原底兴趣是画图，不过因为厝内是咧经营刻印仔店，就安尼自细汉6岁开始，对老爸学写毛笔到单，我要80年。好功夫，目镜真侪店头家专工来找伊提字，目前伫新的市区，共款阁看会到。我本身是爱画图啦。写的是阮老爸，因为这汉文囝袂读字啦，伊的希望是我读字，写字，我就汉文啊，无法度教育的意思啊，安尼啦，直直安尼叫我学识啊啦，即马拢个用电脑啦。电脑较紧啊，方便啊那啥，什么立体嘛会用啊。新德工会长已经连续4档透过影像记录台湾出名的艺术家。今年除了有朱画家郭成照以外，佫已经接到92岁过去对李德宽老师学画图的黄庆祥画家，以及对日本学画图回来刘正基老师。师范学校当时是公会的。所以家境又不好的学生，大家都去考师范学校，
就是遇到李泽藩老师，美术老师，他是有教无类的，不管怎么样的学生，只要到他那边去画图，他都会很仔细的、很详细的告诉你要怎么画、怎么做。除了影像记录，工会堂更加收集来的资料，经过整理出版成册。未来会继续对全台湾找出无同领域的艺术家，为台湾艺术留落来珍贵记录。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7度到36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6度，嘉义到屏东对26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7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要去挽救。你知影阮这铺背往上流，变过哦，这咱倒出来看嘛。较早我囡仔时阵拢会做冲落来。冲刷。你要对这练落无要紧。这外悬呐，他10几楼呢。10几楼呢。